各位兄弟平安，即摆开始今仔日个吟诗而乐。首先，咱来看411首，411首。阮的天父，阮的天父上帝，咱这首吟全首第1到第30全首，来。煞只，咱来看289首，289首。这首歌是一首轮唱的歌，不要紧，这个轮唱的部分，由圣歌队来唱。但是兄弟若讲有兴趣来唱这轮唱，就是咱歌词拍出来阳光了后，咱才搁来，就会使分2步，先头前1步，当2个小节，一个阳光2句过了后，咱才搁加入来，自由参加，不要紧，欢乐交互圣歌队，来，咱唱2摆，来。煞只，再来看444首，这首这歌词我感觉第4节咱小看一下，第4节的歌词，有几个所在较困难，咱看第3行，例行工程，泡芙，毋是泡芙泡芙，迄个异象，到下骹落尾第2节，是个最高模范，这小可注意一下。咱唱第1节、第2节、甲第4节，来。
咱个先开落尾圣诗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唱一摆哈。来，恳求主。 今仔日的吟诗学到到这。请咱大家准备心来敬拜上帝，这时礼拜开始。
心真正，全部听候上主。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救援，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悬台，我袂大摇动。上主啊，伫你的殿内，我少念你的慈爱。做伙，咱来吟圣诗411首，411首，阮的天父上帝，请起立来吟。徛伫三角鸭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这时阮自志伫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的保护甲保守，赏赐阮平安。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感恩罪祭，用阮的心神甲声音阿罗你阳光的同在。同时，阮也要为着有时阮的硬心，毋愿顺趁主你的教导，直到阮离开你的路，求主赦免阮，更新阮，因带阮，互阮恢复知觉，知爱回转来行主的道路。甲主同行是一条幸福的旅程。伫过程中，阮要因为甲主同工、同心、同意，就有机会谈到天国的自由甲喜乐的画面。每一摆，当阮伫大自然中抬头看见你创造的伟大甲美丽的和谐，就互阮有机会对你浸伫阮自我中心的寒天中离开，更较清楚看见上主你创造万物，看因最好的心。对安尼，阮就明白，你交托互阮管理世界的任务，是为着要互阮有机会通甲你同工。互这个水搁好的世界，通不断传到永远。当时时代变迁，知识科学的进步，阮人做的本性，却带阮自大自高，袂搁看主，袂搁自信伫你。直到阮总是误用你所赏赐的文字甲才能，反倒转为着利益家己去破坏生态。造成大灾难，阮看见现今气候伫逐所在拢发生极端的变化，毋是落大雨造成水灾，无就是真大扫造成旱灾，毋是大烧就是大寒。地动
甲土石流等等的灾难也不断地发生。求主怜悯阮，由你的神拍开阮互遮坎的心目，在对悔改来翻头重新做好你所交托这个世界好管家。互阮这片土地通重新成做你看作水果好的海淀乐园。这时，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摆咧阮的祈祷。最近食品安全的问题，互阮感觉无平安。阮看见因为人的贪婪、行政的懒散，致到全国人民在活伫无确定的惊吓中，社会中毒品的泛滥，不断造成个人身体的损害，食毒开车，并且造成本人甲侪无辜的人民的死伤。阮也看见价值观的扭曲，侪幼儿受苦毒。为阮社会中遮个人，互人忧心的事，恳求主的赦免，帮助阮对在罪悔改，如去歹所行，互社会复复健全，成做好徛起的好所在。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主你的神来赐福教会牧者、众会友，真正愿意心存对你遐来的怜悯公义，陪伴阮柔软的心，成做一个好的图，互主所野落的福音种子，通浸入阮的内心，永断成熟，成做愿意为主的福音做见证，为因拍拼，热心服侍，建立上帝国。做阮甲阮教会的法治甲异象，至尊至权的主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立志，阮要学习做主的门徒，日日跟对主的脚迹来行这条行往天国的路。求主照你的意思，带阮继续头前的路程。阮知阮的祈祷无完全，所以阮要学习主耶稣基督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也伫互阮，遮要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叫阮发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不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47篇。伫个信息后面1083页，启应文第47篇。这篇是出自以赛亚书49章，咱做伙来启应。众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就拣了我。伊予我的喙亲像利刀，搁予我诚做外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罗幕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不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罗幕，要互我个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罗幕，通兴起雅各的支族。毋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
这是内吟圣诗289首，圣诗289首，荣光归伫至高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愿同心的众囝儿要伫你面前，用恭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示。恳求你即时大恩降落，自爱显现伫阮的中间，也恳求圣神来复兴阮的心智。用火来烧热阮的性命，对你的话，互阮失迷的心得到救醒，无光变做智慧，顽巧的心灵会得到修直，通你的心，更加明白你的旨意，顺坦你的教示。阮安尼恳求，是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加勒太书1章15节到24节。加勒太书1章15节到24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15节，毋过对上帝恩典，我还袂出世，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选调我。伊我启示伊的囝，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我拢无甲人请教，嘛无上耶路撒冷去见遐个比我大声先做主道的人。我随时到阿拉伯，然后搁倒转去大马士革。3年后，我才去耶路撒冷拜访彼得，甲伊住15日。主的兄弟雅各以外，其他的使徒我拢无见着。我所写的拢是事实，伫上帝面前我无讲白贼。后来我去叙利亚、甲基利家境内各所在，当时犹太地区正教会信徒拢毋捌我，因只有听着别人讲。迄个以前撇开咱的人，现在在传伊过去想要毁灭的信仰，因就因为我归因光互上帝。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下面要请后实习班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咱就来吟上帝的歌。
伊是请陈永文牧师讲道，下晡是蒙调诚做使徒。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萨时班在起用，咱就来吟上帝歌这首诗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伫咱今仔日经文内底，咱也要听到保罗开始吟上帝歌。过去伊的性命用伊家己做中心，打上上帝诚做伊新的生活的中心，所以伊也用一生来吟上帝歌。这是咱慢慢进入这个加勒泰书要紧的主题。今仔日咱也做伙要这个庆祝父亲节所以确定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也拢要来献诗伫信仰的道路顶头咱做父母甲囝儿的关系嘛真要紧，诚做一个信仰做伙成长的团契。咱伫2礼拜前伫读前一段经文的时阵，咱会记得保罗还佫足强伫强调迄个福音的本质。伊讲福音毋是人予伊的，是耶稣基督亲自甲伊启示。所以为着要证明这项代志，伊开始用伊家己的信仰故事来说明。伫顶一段咱读到伊咧讲起伊信奉犹太教迄个时阵的遮个心态，特别讲起伊足狂热，狂热的结果竟然是对抗上帝，迫害上帝教会。所以咱有看见迄个规个世界中心的转移，13到14节，保罗所讲的拢是我。伊讲恁会记得我以前所行所做，我安怎极力迫害上帝教会，我安怎比别人搁较积极遵趁犹太的教规，拢是我。但是迄个我做中心，今仔日15节开始足大的转变。伊讲毋久，上帝恩典介入我的生命。原文内底希腊文有一句讲，这是出自上帝的决定，上帝出自伊的心，由倒去希腊文讲由倒去出自伊的好意，上帝欢喜将伊家己显明予我。所以今仔日咱读到是真要紧的一个讲起上帝故事，唱上帝歌。保罗咧讲起伊的性命。怎样诚做上帝的故事？不过，今日后半段经文的后半段真长的部分，保罗其实主要紧咧讲起伊甲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遐领导者、遐使徒，其实无直接的关系。所以伫后壁这3段，咱会当看见伊拢咧强调这个角度。15节到17节。讲起伊甲基督相拄了后，伊讲我去阿拉伯3年，去秘伫阿拉伯3年，拢无去耶路撒冷。18到20节讲我敢若去一届，即中间后来去一届，只有见着彼得。然后21到24节，随佫讲我无偌久，随佫转去。即个叙利亚甲基利家，这是保罗的地盘，伊出世成长的所在。伊讲我倒转去我熟悉的所在，重点就是讲，伊甲耶路撒冷遐使徒中间，其实是无关系。讲这目的是啥物？就要倒转去后，顶礼拜经文内底咧11节到12节。保罗在讲，我的福音的源头，毋是对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今仔日这段经文内底2个真要紧的重点，一个讲起伊怎样受掉，然后讲起伊甲耶路撒冷中间的关系。
咱会连续来看今仔的经文。对15节到16节的顶半，保罗讲起伊受调的经验。其实这段会当阁简单分做两小段，两个讲无共款的代志。头前半节讲我枵袂出世，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然后接落去第2节讲，搁选了我，对我启示伊的囝，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这通讲是保罗最要紧的一个表达。头前半句会使讲是一种信仰告别。咱长老教会还是甲各种过去的传统内底有即种所谓的有定论的思想。这就是一种有定论的信仰告别。我还袂出世，上帝就已经甲我分别出来。我还袂出世，上帝就选我。这咱知影，保罗伫讲这话时，伊头壳内底想的应该是旧约内底两个要紧的先知，因拢有共款的经验。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伫1章5节咧讲起，我还袂出世，上帝就拣选我。另外一个就是咱拄啊进前2年勇敢咧读的以赛亚，嘛是咱拄啊所读的启应文的重点。启应文49章，以赛亚49章，以赛亚伫讲起迄个罗卜，上帝罗卜安怎讲？上帝伫我枵袂出世，就选我要做外邦人的光。这两个先知诚做伊的一个典范。伊嘛感觉讲，伊的人生敢若就是亲像这两个先知共款，领受上帝呼召。特别两个先知拢受调要成做万国的光，外邦的光。这嘛诚做保罗家己的呼召。咱若去读《使徒行传》13章，保罗家己安尼讲：上帝讲，我已经指定你做外邦人的光，通互你将拯救带到天边海角。所以，伫今日保罗受调经验内底头一段是一个信仰告别，会讲起伊的一个见证，还袂出世，上帝就已经对伊有一个旨意。较要紧是后半段，直接要讲起伊的经验，讲搁选调我，15节的后半，搁选调我这样代志足清楚。今日保罗拢无去讲足侪，伊拢无讲到迄个过程。但是咱拢知影，伊咧讲啥？伊咧讲大马士革的事件。咱伫读《使徒行传》的时阵，保罗拢总讲3届，每一届有机会做见证，就讲起迄个大马士革的经验。伊本来安尼足热心要去迫害基督徒，行到大马士革的时阵，天大光甲照，伊全跋咧大花刀，然后伊甲安甲基督对话，基督甲呼召，做伊的学生。但是保罗伫遮拢无讲到即个内容，伊干那讲伊搁选调我，然后来讲啥？对我启示伊的囝，启示即个咱。伊加入抬头前已经出现几若届，咱知影启示即个最要紧，是保罗一再使用的一个要紧的关键的话 ，apocalypse， 有写用名词，有写用动词。咱嘛讲的几若届启示即个意思足好的，就是讲甲迄个挂甲掀开，本来暗藏的代志。挂甲掀开，你才看着讲原来上帝世界生做安尼。咱今仔生活即个世界的现实，互咱足失望。但是挂一掀开，你才看着讲原来上帝佫是咧整理即个世界。咱才看见迄个上帝的真实。这是启示即个的意思。伫今仔经文内底，伊讲。
上帝启示我伊的囝，这是同事，用同事。同事即字有迄落讲，互领受的人明白暗藏的代志，即个意思。所以保罗用启示即两字，敢若已经咧讲起伊迄个大马士革的经验。伊甲耶稣基督相拄了，看到伊古早无看到的代志。然后内底真要紧的一个用意是讲，伊对我启示，对我即字，互学者足头疼的，因为希腊文原文讲隐魔伫我内底，伫我内底，反正英文应该反正讲 in me， 毋是 to me。上帝启示对我启示应该是 to me， 但是伊用的是 in me， 伫我内面。所以学者后来大部分人拢感觉讲保罗是超工安尼讲的，目的是要讲安怎？耶稣基督的显现，伫伊内底生命，伊内底世界带来足大的改变。保罗规个内在生命，规个去互，叫伊敢若讲大车饼，互伊去明白新的代志。即句话还袂煞，咱搁读落去讲，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互我通即字，咱台语的翻译翻得真好。反正英文就是讲 in order that， 所以我才会当安那。伊甲我启示有一个目的的，伊甲我启示，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所以咱知影，保罗甲耶稣相拄，毋是干那讲啊，保罗即个人改变啦尔，改变是干那一部分尔。更较要紧的是，伊领受新的使命。所以信耶稣甲成做耶稣的使徒，即两项代志是相时发生的，毋是两项代志。保罗先信耶稣，后来了讲我来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毋是，即两项是同时发生的。伊受调就是要成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我会当引用足侪经文，保罗讲过足侪解。伫罗马书、伫帖撒罗尼迦、伫哥罗西、以弗所、提摩太前后书等等，拢有讲起这样代志。我受调就是要成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宣扬耶稣的福音，伊的囝的福音。各位兄弟，这个理解真要紧。保罗安怎了解伊家己，了解讲伊甲耶稣相拄，目的就是要成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样代志影响伊一生一生的使命就是用这个做中心。毋然呢，伊搁倒转去，因为安尼倒转去了解伊过去所学习的物件，特别伊对犹太的律法的了解。咱加入太搁读落去，你就会注意到，伊搁将伊过去所学习的犹太律法摕出来解说，因为伊有新的理解。伊的即个新的使命，互伊倒转去检验伊过去所学习的思想，定心整理，提出新的看法。咱接落去到第3章，就会读到保罗安怎定心解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于过去对伊最要紧的，当然更较要紧，因为伊发现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互万民得到祝福。这甲伊的使命完全同款，上帝是毋是为着犹太人，是为着万民要带来新的福音。所以保罗的人生的改变，伫今短短一节半，甲咱做出足水的一个描写。咱搁下面16节下半开始进入今仔日的第2部分，就是伊讲起伊甲耶路撒冷的关系。真要紧的16节到17节两解讲无，我拢无甲人请教，我嘛无就耶路撒冷，两个无，一个是讲无甲人请教，
第二，无去耶路撒冷，无去耶路撒冷创啥？见遐个比我较早成做使徒的人。而且，短短啊，一句话描写嘛真有意思哦，拢无甲人请教。人的原文是属伫迄去的，哦，这是希腊文的表达。所以就是讲，属伫世界遮个人，我无去甲因请教。然后搁落去讲，我嘛无去耶路撒冷找遐个比我较早做使徒的。而且一个真要紧的字是“请教”之字，哦，“请教”之字，“请教”之字原文有迄个意思，就是讲，你若看到啥物款特别的条头吼，你都爱去找迄专家问看迄是啥物意思。敢若有咱做梦见啥物代志，啊是咱人生拄到一个啥物款的代志，毋知是好，不管是好啊歹。哦，咱有写讲这是好的条头，有写讲这是凶兆，哦，歹的条头。不管是啥物款，你看到一个啥物款的记号，啊，你毋知影啥物意思，啊，你就要去找专家甲你解释、请教。即字的意思是安尼。保罗讲，我对耶稣基督领受的启示，我无去甲人请教，我拢无人去甲人请教。这是保罗今仔日即个经文最要紧的重点。伊的对福音的认捌，是对甲耶稣基督相拄的经验来。然后另外一个真有意思的所在是，后壁讲我嘛无去耶路撒冷去找遐个比我较早做先知会做使徒的人。这嘛，互咱有趣味的人会想啦，伊咧讲比大神做使徒的人是指啥物人？哦，这会当讨论真久吼，但是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咱就无去进入细节。但是真清楚，至少是咧指彼得甲12个使徒。嘛有学者咧讲，保罗家己咧哥林多前书15章捌讲，后耶稣过活了，足侪人显现。啊，是毋是遐看到耶稣显现的人，嘛有迄种使徒的迄种职分？吼，嘛有人在讨论这样代志。吼，所以若安尼的时阵，耶稣的兄弟雅各嘛要诚做使徒，因为伊嘛有见到耶稣基督显现。吼，所以保罗重点伫遮咧讲的就是，我拢无去找因，吼，我拢无去找因。吼，17节下半。我随时去阿拉伯，然后佫倒转去大马士革。阿拉伯即个所在，毋是咱今日想象迄个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伫迄个时代，应该是指伫约旦河东边，吼，就是巴勒斯坦较南边一点嘛。伫大马士革南边的一个小王国纳巴提，纳巴提即个王国。所以保罗去遐有道理，因为伊伫大马士革甲耶稣基督相拄，往南一点就去到阿拉伯即个所在。伊去阿拉伯要创啥？哇，这嘛是学者足侪讨论。咱传统上的讲法，大家一定拢有印象，就是讲伊去遐默想。保罗去阿拉伯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咱知影阿拉伯有遐足侪沙漠的地带，是毋是去伫迄个所在安静默想，想讲基督向伊显现是啥物意思？嘛伫迄个中间去思考旧约的律法是啥物意思？旧约的律法安怎敢有咧讲起耶稣基督这样代志？这是头一种立场，就是讲伊是去安静默想，整理伊家己的思想。但是后来嘛有一寡学者提出无共款的看法，因为保罗讲我随时我随时即字，保罗伫真侪所在用即字的时阵，拢嘛讲要去宣教，我随时走打去，我随时去到什么所在。所以有学者讲保罗伫遮讲随时，是毋是指讲伊去阿拉伯宣教？
吼，今仔日阿拉伯世界基督徒足少的，但是因真爱即段经文吼，伊讲耶稣嘛有来阮阿拉伯宣教安尼吼，这是另外一种讲法吼。但是最近的一位心理学者 N.T. Wright 吼赖特，伊又提出一个嘛真有说服力的讲法，就是讲伫列王记上悬先知以利亚，甲迄个巴力的先知伫遐车拼了后，毋知影要安怎。上帝甲讲，你着爱去大马士革的旷野，你着爱去阿拉伯的旷野去遐找我。所以赖特的讲法嘛真有意思，伊讲保罗是咧敲找上帝旨意，敢若先知以利亚共款。哦，这咱若去读列王记19章咧，读到以利亚的故事。实际上，咱今仔日甲若读到第4章的时阵，保罗嘛佫会讲起阿拉伯，会讲起撒来甲夏甲这两个妇人人的故事的时阵，伊嘛佫一摆讲起阿拉伯的意义。吼，所以阿拉伯真明显，甲保罗伊的自我人物是有关系。为遮，咱要来进入即个第2段的经文18节到24节。即段较简单讲，保罗是要讲起伊甲耶路撒冷使徒的关系，以及甲犹太基督徒教会的关系。这牵涉到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讲保罗后来咱搁落去读第2章。咱就知影正式的一个会议，保罗去耶路撒冷正式甲使徒开会，所以这段伊要交代，就是还未去耶路撒冷正式开会以前，到底我做啥物代志？我敢真正有去听遐使徒的一种指示，诚做因所认定的一个使徒。保罗重点要解说这样代志。因为咱知影伊头前一直讲，我的启示是为耶稣基督来，我甲遮个人拢无关系。所以伫遮，伊足简单用几点来描写伊这段时间的经验。咱会当看到真有意思，18节开始，伊几若摆拢用后来即个做伊的时间的一个副词。所以伊讲了后来，拢总讲3届，18节讲1届。21节佫讲1届，后礼拜第2章佫讲1届，所以咱知影拢总有3段。后来伊去阿拉伯，21节讲后来我才去3年了后，我才去耶路撒冷。到2章就讲因上耶路撒冷去开会，所以时间足清楚3个时段。头一个时段伊讲。我3年了后，头一届去耶路撒冷。伊讲3年了后，这点真有意义。伊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伊有3年的时间，拢无上耶路撒冷。保罗伫遮重点要讲啥？我有用真长的时间，家己咧思考基督的启示对我的意义。为甚物我要成做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这段讲3年了后，重点是要讲起伊的行踪，然后佫落去讲，到3年了，我才头一届拜访彼得，原文是用基法，保罗的迄个彼得的迄个犹太名，我去拜访基法。伫遮学者特别甲咱提醒，伫遮用的即个。拜访即个的特别的意思，咱今仔日有2个要紧的动词。头前有一个最要紧的动词讲请教，保罗讲我拢无去甲人请教，但是遮伊讲安怎，我去拜访彼得。拜访即个甲拄仔讲的迄个请教足无共，拜访即个伫规本圣经敢若才出现1届，原文就是。历史的意思，historial 研究的意思，还是讲收集资料的意思。保罗讲我
去拜访彼得，意思讲我去甲彼得安那请教一寡资料，会使安尼讲。所以保罗无去请教，但是伊去拜访。所以学者伫遮有足侪讨论。邓雅各吼，咱伫即个读加勒泰，常常引用即位学者邓雅各。邓雅各伊就讲，保罗伫遮讲伊去甲彼得拜访，真有可能是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平，甲耶稣的故事。咱知影保罗毋捌跟缀过耶稣，伊敢若甲耶稣相拄，伊当然知影讲耶稣基督有互伊启示。但遐启示敢有包括耶稣伊伫世间的故事？即中间上捌耶稣伫世界的故事的人，就是彼得。所以有可能保罗去甲伊问即寡耶稣的故事。这是学者在推测的，所以毋是请教，是拜访。然后搁落去真要紧，伊讲我敢若甲伊住15天。15天重点是足短的，咱若甲头前讲3年比起来，去阿拉伯3年，去耶路撒冷敢若15天，而且保罗讲这是私人的行程。伊讲我拢无见着别人，所有使徒我敢若见着雅各尔。讲到雅各，当然嘛真要紧。雅各伫咱毋知影啥物原因。耶稣的兄弟雅各，迄个时阵渐渐已经变做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后来咱二章看了因去耶路撒冷开会的时阵，你会发现，迄开会主要的主角就是雅各。所以保罗伫遮交代，我敢若短短去见彼得，然后我有看到雅各安尼那点。20节。伊讲我所写拢事实，我拢无讲白菜。这咱知影，保罗常常为着家己做见证，讲我足认真咧甲恁分享真实的话。然后最后一段21节到24节，伊讲我倒转去叙利亚甲基利家。叙利亚甲基利家真瓦近保罗的故乡大数。嘛真瓦近保罗的宣教中心安提阿，所以会当讲就是保罗的地盘啦，保罗伊家己工作的地盘。所以伊讲我倒转去到这个所在，伫即段伊只有讲到一项真要紧的代志。伊讲即个地区的这个基督徒本来拢毋捌我，但是因为听到别人讲，迄个古早咧迫害咱的人。他竟然在宣扬迄个信仰，伊讲这个人听了就归荣光互上帝。保罗最后用这段短短描写来讲起，伊伫犹太基督徒的中间，并毋是去用拒绝的。咱知影加勒泰这个批信，特别是甲一寡犹太基督徒的领导者在辩论的啦。但是保罗伫遮讲，大部分的犹太基督徒，因嘛拢捌我啊，因怎知影我的本质啊？因嘛为着我归荣光互上帝，表示讲伊是受接纳的，伊所宣扬的福音，并无去互拒绝。这是保罗今仔日用不遮长的篇幅咧描写伊的经验。各位兄弟，咱今日读这段经文。来学习几个简单的信息。头一个，咱过去讲到保罗的大马士革经验，咱常常拢甲定义讲这是保罗的改信，咱甲用英语讲 conversion， 本来是犹太教徒，当变做基督徒改信。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当变做耶稣的使者。咱拢讲。咱常常拢用即个改变、即个改信、即个来描写保罗。但是保罗今日拢无用，毋捌用即字，伊毋捌用我改变即字，伊敢若用我受调，我受上帝选调。所以咱要来了解保罗伊的
信仰经验、大马士革的经验，是要甲了解做是改信，还是受调？我想这对咱有真好的提醒。学者库萨，伊讲，今仔这段经文真要紧，因为是保罗家己写。咱咧读《使徒行传》，保罗三大见证，拢咧讲起大马士革的经验。但是迄毋是保罗家己讲的，迄是路加所写的二手的资料。所以库萨讲，保罗家己讲的可能搁较有伊的要紧的点。保罗讲，库萨讲，咱若好好读这段加略太经文，对咱会有真好的提醒。而且伊讲出三点，我想帮助咱了解保罗的经验。头一个，库萨讲，大马士革的经验是保罗家己特别的经验，这毋是一般人的经验，毋通成做别人学习的模样啦。咱今仔毋通讲我嘛要亲像保罗共款有即种大马士革经验，这是头一个。第二，过去的历史中间，真侪人会将家己的经验读入去保罗的故事。上出名的人就是罗丁马丁。罗丁马丁伫天主教的传统内底追求迄种行为主义，结果足大的重担，行袂出家己的，行袂出来，无平安，足艰苦的。伊家己讲足恶杂的。后来认捌福音，伊讲伊得到讨白，得到自由。所以罗丁马丁想讲保罗嘛是安尼，保罗人啊亲像伊安尼，过去足恶杂的、足困苦的，啊当得到自由。这个讲法今仔日嘛引起真侪的挑战。特别上要紧的一点，就是讲保罗古早敢有真恶杂？咱若真正去看保罗，拄我咧读过，伊咧犹太教中间的时阵，足车赢的呢。伊感觉伊足敖的呢，伊比别人拢搁较敖，伊得意洋洋，你会使安尼讲，家己足骄傲的。所以伊甲罗丁马丁经验无共款吼，所以咱知影今仔日有所谓保罗新观就是要为新的角度，莫干那用罗丁马丁迄种思想咧看保罗认真看保罗。第三，库萨讲，今日保罗若毋是，咱莫讲用改信来甲看，咱甲讲伊是受调，安尼这就甲咱做基督徒有足大的关系啊！保罗受调最要紧的过程是啥？上帝接纳伊过去的经历。保罗本来是一个犹太人，伊毋是讲我来做犹太人啊，我要来做基督徒，这叫做 conversion 咱若较严格定义，敢若讲这是一种为一个宗教变做另外一个宗教。但是保罗并无放弃伊的犹太传统，伊是定心去了解伊过去学习的传统，所以这点真有意思。信仰的过程，毋是讲我过去拢毋对，我过去毋敢拢甲献上，毋是安尼。过去的经验对咱嘛真要紧，是你要定心去理解你的人生，上帝安怎引带你。所以保罗毋才会做出迄个信仰告白，讲我著还袂出世，上帝就已经甲我分别出来。那安尼过去遐个经验嘛一定有意义啊！同款，保罗并毋是否定过去来成做今仔日的伊是将伊过去生命的经验定心带往一个新的方向。伊过去所理解、所学习的，拢有伊的价值，只不过方向毋对去啊。当找到新的方向，所有的物件拢转向即个方向，这学者讲叫做 reorientation， 定心定向。规个所有物件拢转向耶稣基督。转向耶稣基督，这真有意思。有学者用一个图像讲，敢若你有足侪小拼图，你今仔甲定心甲放做伙，
画出另外一个马赛克，较大的马赛克，发现讲这才是真正意义。所以过去的人生可能拢有伊的存在价值，但拢为着即个新的大方向产生新的意义。这是我想忘掉保罗受掉上要紧的价值。定心为着性命找着方向。咱搁落去着读，咱着知影保罗确实有足大的改变，特别伊的迄个对耶稣基督的认捌，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咱伫进前已经讲过伊的弥赛亚的观念的改变。伊讲悟着讲，即个向定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犹太人久久啊咧期待的迄个弥赛亚。咱若有机会家己来去读，保罗家己几若段足要紧的经文，拢咧讲这。哥林多后书第5章，伊讲上帝互宝座基督为着咱诚做有罪，通互咱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所以伫遮咧讲起即个耶稣基督受定有伊的意义这是保罗新的一个理解。罗马书咱之前读过，罗马书第8章嘛同款的表达即个耶稣处人的犯罪的本性来处理罪，所以保罗做定睛看目睭看耶稣，发现耶稣已经毋是伊过去认捌的耶稣，弥赛亚嘛毋是伊过去认捌的弥赛亚。咱甲来台阁读落去到第3章，就会发现保罗定心解说耶稣，因为耶稣互十字架救主消除。耶稣钉伫十字架，通互十字架救主来消除。所以，咱今日头一点，我想邀请大家来思考的是，保罗这个经验是甚物意思？毋是讲一个改变尔，过去看过去最歹，新的最好，是一个完整的修调的过程。这真侪宗教学者在描写人的改变，有啥会用改装这字？可能修调是更较完整的一个概念。第二项，今仔日咱知影保罗是受调做使徒，所以咱会讲保罗做使徒，甲咱无共款，咱是基督徒，咱是受调做信徒、做门徒。安尼保罗的经验，敢会当诚做咱的经验？我想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点，应该是会当咱学习。保罗的经验嘛，互咱来思考，诚做基督徒是甚物意思？今日经文讲起保罗受调了，伊讲伊马上投入向外邦人宣扬基督的使命。所以保罗信耶稣，甲诚做外邦人的使徒，咱拄仔讲是同时发生的。伊毋是干那信耶稣那尔，更较要紧，伊有一个使命，诚做外邦的使徒。所以这点学者当然嘛有真侪争论，有的学者讲保罗本来嘛无遐清楚，讲伊是毋是外邦的使徒。伊敢若有学者就主张讲，伊就因为去甲犹太人宣告失败，所以才转向外邦人。但是保罗今日的经文内底，甲咱做足直接的见证，伊是一直受上帝呼召，伊就知影伊的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来宣告。这互咱倒转来问，做基督徒是甚物意思？巴特这位德国神学家，伫《教会教义学》这本最要紧的足大部的册内底，有一本一章拢来讲做基督徒的意思。伊的讲法，互咱有真好的提醒。保罗讲，对真侪人来讲，做基督徒就是敢若想着讲对基督摕着好处啦。
做基督徒就是讲你为基督领受好处，这毋是毋对哦。咱是恩典的领受者。耶稣基督内面，咱诚做甲人搁好，咱嘛得到赦免，咱性命得到喜乐、平安、盼望，这拢是对基督摕到的好处。但是巴特问基督徒做基督徒敢安尼若定？基督徒若敢若是得到好处，伊讲安尼基督就变做一个敢若小 fairy tale 哦，敢若一个小神仙哦。你要伫啥，你甲讲，伊就互你哦。伊甲你甲叫来讲，我要伫啥，伊就互你啥物。这敢是基督徒的意义？所以巴特伫即本册内底甲咱提醒，做基督徒毋是干那对基督领受好处若定，搁较要紧的是你的人生敢有一个新的方向。指向上帝，指向上帝伫即个世界，互咱的使命。巴特特别讲，即个使命有两项，头一个就是互上帝话，互搁较侪人认捌；第二，用听来服侍人。这巴特伊对基督徒的做基督徒意义两个真要紧的。咱诚正基督徒毋是干那领受好处，咱嘛有一个使命。互上帝话，互搁较侪人知，然后用听来服侍人。拄我介绍的神学学者库萨嘛强调即项。伊讲保罗的转变有两方面，头一个当然是对基督有新的认识，但是搁较要紧的是，伊嘛对上帝使命有新的认识。伊过去看遐个基督徒是讨厌的人。是要去迫害的人，但因为基督，伊对这个人有新的认识、新的观感。伊知影讲，上帝是互罪人诚做义人的上帝，所以伊定心去看遐伊过去伊讨厌、迫害的人的时阵，伊定心认捌这个人是上帝的子民。过遐这咱若为这角度来讲，是做基督徒有两个意义。定心认捌基督，搁定心认捌人，别人，咱对别人的责任，吼。真有意思，昨日，咱大家拢真知影香港的即个册店的后家林隆基先生的告别礼拜，春生牧师伫告别礼拜内底。分享足强烈、佮足要紧的一个信息，咧讲起伊的人生的见证。林隆基先生真有意思，真平凡低调的人。结果人家讲你做得足好的时阵，伊敢若讲一句，我只是把本分做好，我敢若甲我的本分做好。春生牧师特别咧强调即个。做家己的本分，这项会要紧。每一个人来，咱甲家己的本分做好，这个世界会无共款。今仔日经文做基督徒什么意思？嘛是咧问咱敢有甲基督徒的本分活出来？咱的人生，敢若要为基督摕到好处若定，啊是咱嘛努力要活出。基督徒的本分，我特别引用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讲的一句真要紧的话。人家问讲你是毋是基督徒？伊讲我毋是基督徒，我是努力要成做一个基督徒。这是代表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咱拢知影咱还无够野。但是咱努力学习，搁较深去认捌做基督徒是甚物意思。今日经文搁有最后一个小点，我真紧甲咱来分享，就是保罗伫今日经文内底讲了一个真有意思的表达。伊讲我拢无甲人参详啊，我也拢无去甲人请教。即点互真侪圣经学者小可安尼。小可感觉不安呐，基督徒经验，
敢若像保罗安尼，特别咱拄啊信主的基督徒，信认捌基督教信仰的人，咱敢袂甲讲啊？你拢毋通去甲人请教，你拢毋通去问人。保罗即个经验是咧强调伊对上帝领受启示的意义。所以信仰需要陪伴，需要帮衬，需要指引。我想即点无啥物争议。今仔日是父亲节，咱做伙伫遮纪念爸母伫咱的信仰中间、生活中间的角色。道顶马丁捌讲，爸母是上帝伫世间创造上要紧的天职。迄个呼召，天职就是呼召的意思。爸母就是上好的呼召。所以，若倒转来即个角度，做爸母的，互囝儿有一寡信仰的陪伴甲指引，这嘛真要紧。我嘛想起英国基督教作家托尔金所写的《魔戒》，第一本册就叫做啥？《Fellowship of the Ring》。咱去找到迄个 ring， 迄个手指，爱形成一个团契。所以，因有一个共同行路去行敲找的一个团队。各位兄弟姊妹，佮加纳太书即个信仰群体的形成，其实嘛提醒咱信仰需要陪伴，需要侪人伫咱的边仔做伙来学习、来成长。嘛，咱今仔日对保罗诚做使徒即个经验，会当有所学习，也继续读加纳太书的中间，进一步来学习伊对信仰更较深的体认，互咱诚做信仰的帮助。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温天教堂的上帝，阮今日通过加纳太的第一章的落尾，看到保罗诚做使徒的经验，伊的人生迄个经验真特别，但是对阮有真大的启发。有时阵，阮袂记咧做基督徒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个受调嘛领受使命的过程。尽阮伫信仰甲生活中间尽阮的本分，恳求主你继续引带阮信仰的道路，也对保罗的经验学习做基督徒的一个意义。阮将今仔的学习献上感谢，恳求你继续带领，也陪伴阮头前的道路。祈祷感谢，各自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正诗444首，正诗444首。主，你叫名何等清楚，请起立来吟。
下面是公祷的时间，这是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为着庆祝父亲节，阮来祝福父亲甲身兼父职的新生灵。第二项，为着说到130周年，咱的教会史甲专刊的编辑。第三，为着基督徒共同参与甲多元社会对话，让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将五全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伫天里的爸，也永远听扶持阮、引带阮。伫地上嘛有赐予阮肉体甲帮助的老爸。今仔日，阮特别为老爸甲所有担当老爸即份为着家庭付出的人祈祷。求你保守因的身体、心灵甲信仰，伫野善的时赐予因快乐，伫烦恼的时降落平安，予因用智慧、温柔甲疼惜陪伴因所疼的人。温暖的主，阮为着教会说到130周年教会史甲纪念专刊的编辑，向你祈求，由你赏赐编辑同工智慧，通过文字、相片甲信仰见证。用时记录信仰前辈所行过的美好脚迹，互阮纪念因服侍台湾的美好故事，嘛互阮得到勉励甲引带，伫即个世代继续跟对你，演说济南教会的信仰故事。公义和平的上帝，阮感谢你，把引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通过3个宣言：社会公义自身。甲社会运动、政治参与，为着受压迫弱势者发声甲服务。求你，互阮继续勇敢参与伫公共事务，关心土地甲人民，嘛赏赐阮谦卑甲疼痛的心，伫多元社会中用疼心讲真实，诚做和平、和好甲愿望的起句。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即时请起立，因向献师做咱奉献的祈祷。谢谢。咱有看到咱课外小朋友来啊吼，下面咧因为要庆祝父亲节，所以下面儿童主日学的学生甲少年团体，伊要来献诗来庆祝爸爸节，咱请。
少年团体因的祝福，我甲因拍拍手吼，要退场啊。因咧退场的同时，请我来，这是我来报告。请咱看周报通知事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报告。头一项，感谢少年团体甲主日学学生甲咱献诗庆祝父亲节。第二项，请咱看周报第二项，若是咱有兄弟有搁参加第二场的礼拜，这是礼拜第二礼拜的时阵，后壁嘛会准备迄个奉献地，请咱若有需要地定奉献的，咱嘛是鼓励有地定奉献。第二场的会友会当伫咧第二场迄边直接来奉献，迄边即马有准备一个奉献箱。第三，今日11点，下面11点有一个全教会演讲，因为即马的诈骗足济所以咱有邀请中正1分局的警官来甲咱解说佮讲一寡即马热门的诈骗的趋势，要安怎有效的宣导所以11点的时阵，咱希望会当的，咱会友咱会当留来伫咧美院的教室来参加。后礼拜是咱咧有圣餐，大请服侍人员来注意来准备圣餐。第五项，守护台湾的基督会，伫即礼拜五有守护台湾的基督会，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六项，咱有新的同工后路加分姊妹为长就到职，下面牧师会来甲咱介绍。第七项。这是真特别的，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专题就是咱台湾古地图的史料文物这个由咱的技术廖炫明技术以及这方面的专家，咱有邀请伊来甲咱做一个专讲，时间是伫咧8月15，8月15欢迎大家有时间留来参加。阁有8月21甲22的防灾师的训练这是第4期欢迎若是有兴趣参加欢迎紧来报名因为这爱全程的参与培训阁会当摕到一个防灾师的资格，希望咱会当尽量来参加。番茄消息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方面。黄林秀苗、安秀珠怀，伊是齐娟的妈妈。女婿92年，愿上帝安慰伊族，为着伊族来祈祷。告别式是定伫8月11，拜二早起11点，伫咧淮海馆智美餐厅来举行。告解消息近期的事工，永久的奉献甲出事，请咱家己来看。下面要请牧师来介绍。直接来请咱新的干事嘉芬来到伫台前。互咱做阵熟悉嘉芬早前伫即个总会16档啦好，你会当先回座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伫总会16档的中间其实伊原本的主管是林伟廉牧师伟廉牧师咱真熟以前嘛伫咱教会过因为伊离职所以对主管离职后来去相连教会做教社干事我感觉讲大材小用啦，所以甲邀请来到伫咱教会，因为咱教会2024年的时阵咱有得到外界真侪的即个奉献，1700几万就是爱咱做一寡社会的即个关怀的代志咱后来嘛有得到一个伫美国的长老，伊甲咱奉献30万美金所以我迄当时咧强调讲上帝用即2笔钱爱咱教会做行公义甲好人民的工所以小会就决定咱需要有一位的同工来协助，因为咱后壁即个
升起好了后，其实逐礼拜拢有真侪活动讲座甲公民团体因会参与所以活动真侪啦牧师甲现在的干事舞袂来啦，所以爱有一位真有经验多谢上帝来感动甲吩咐来到伫咱中间咱搁一遍拍鼓来甲伊欢迎。这时，咱来吟齐恳诗、正诗402首，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今日来吟。吟诗煞，请着用牧师祝祷。愿上帝平安，赶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领导闭会。欢迎兄弟参加礼拜堂后面的代表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头前招待所在，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